藍田啟田大廈百匯酒家飲茶。港鐵藍田站尾出口出，搭電梯上嘅出口。出站後轉左就係商場入口，入商場後向前直行，行樓梯落一層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6點半至11點半，下午茶2點01分至4點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7蚊，長者4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小點17個8，中點24個8，大點28個8，特點32個8，頂點36個8。星期一至五早茶點心15個8起，孖寶31個8。早茶晨光孖寶31個8，鳳爪排骨飯有2件鳳爪，幾件排骨。排骨雖然細粒啲，但都唔少，味道幾好。鮮竹牛肉球唔算大粒，加咗馬蹄芫茜，爽口，味道 OK。薑汁千層糕15個8，微辣，味道比較淡。今早3個點心都新鮮熱辣，唔錯。星期一至五下午茶點心15個8起，孖寶39個8，粉麵飯58蚊起，燒味粉麵16個8起。下午茶脆皮燒腩河粉19個8，燒腩皮有少少脆，味道不過不失。下午常歡孖寶39個8，黑椒蒸牛肚夠腍好食。川芎蒸滑雞，川芎味比較淡，雞幾滑。早茶埋單61蚊，下午茶埋單74蚊。